风台相关的消息，等一下继续来报道。咱先来看台北的艋舺有一栋36年的旧大楼，泰路落落来，就发生伫咧昨下晡的4点半。当时有一个货车司机拄好要过路，加在有地角赶紧来倒退路，才无发生着意外。讲是这栋大楼12楼的花台甲阳台有壁损，长期漏水、钢铁生銑，泰路才会落来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已经毋是头一摆落来咯。管委会嘛已经找包商来处理。当下晡4点外，熊熊一阵风，货车司机感觉无对档，踹一个赶紧北去，后一秒大面积的泰路降落来，土砂粉淹甲规世界。事发的现场已经有封锁线，高楼壁倒，红门头是看现，涂骹出现大细地石头。昨下晡台北市艋舺区宽和南路规片泰路就安尼放落来，里长含居民踹一个赶紧走来关心。这好像不是第一次。 不是第一次，这次是最严重，这好像就是只有一点点。监管处昨天晚上也来紧急的用手把一些可以剥落障碍物先把它移除。就惊类似意外搁再发生，赶紧通知相关的单位到现场处理。根据了解是12楼阴前有壁损，长期间漏水，才会造成钢筋生銑。先把那个零损比较严重的结构先继续拆除，好，然后其余的部分我们就是已经请郭立伟呢帮我们联络，我们会跟住户协商，找包商去把危险的部分清除掉了。然后目前大概没有立即危险，后续我们当然会要求那个建户所有权人要做后续的维护管理，还有要提报那个安全的相关的结构安全证明。虽然讲泰路落来是袂影响到厝的结构，不过若是无主动维护，无细腻就会甲人讲着伤。若是当着风台恐惊就会更较严重。毕竟即摆只是一阵风，泰路就落来，安尼叫民众是免全安心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